咁我會做啲咩咧？OK，即係我驚死啊！OK，即係驚我可能第日揾唔到工喎。即係而家喂大佬，即係咁多所謂外勞啦，keep 住輸入嚟咁樣。咁我話如果我係佢哋啦，即係如果同時間讀緊個 nursing 嘅學位嘅時候咧，我會開始做 gym 咯。歡迎收聽小煩惱啊！每集解決一個你嘅小煩惱。我係主持人 Michael，我係 Iden。好，今日咧呢個題係叫做即係同 AI 啊，同埋可能各位撳入嚟聽嘅人有啲關係啊。可能你就大學揀科啦，OK，咁啊，即係唔知 JUPAS 放咗未啊？咁就即係喺呢個環境底下咧，我覺得好多人都有個即係喺個 AI 嘅浪潮底下咧，就係即係究竟點樣揀啊 ？OK， 我唔知你有冇呢個諗法啊？就係可能我哋做緊嘅嘢啊 ，OK， 或者我哋本身有嘅工作啊，會唔會俾人取代咧？咁樣咁連帶到可能係如果係啱啱考完 DSE 嘅，或者你下年就要考 DSE 啦，你開始要排你嘅 JUPAS 啊 ，OK 嘅時候啊，咁就可能會有個心態就係好似唔知揀咩好喎，即係好驚咧揀咗嘅科咧係會唔知點樣被人淘汰咁嘅心態啊！我唔知 Iden 你本身最近有冇呢啲諗法噶？好驚之後份工不保啊，跟住又唔知點樣算啊，好似穩定第啲嘢做好似好啲咁樣，你有冇呢啲諗法嘅咧？你對於一個文科生問呢個問題咧，就冇乜意思。有冇得講？咁我都係文科生嚟嘅。係，因為呢個問題咧，就自從我哋揀嗰刻開始咧，就已經一直纏繞住我哋嘅頭腦啦。咁樣，咁我就抱住呢個關關難過關關過嘅心態，就行到今日啦。不過我覺得你講呢個題目咧係非常之有意義噶，因為咧我喺 Threads 上面都見到相關嘅討論，就係話呢個脫貧三寶啊。Michael 唔知你知唔知啊？教師、社工、護士，就算係呢啲有牌嘅人咧，最近都未必揾到工喎。有啲 fresh grad 都係要過好幾個月，投咗好多份 CV 先，可能有幾次嘅面試機會。咁喺呢個情況之下，我哋調翻轉頭嚟講呢個揀科咧，其實係意義深遠嘅。哇！你頭先講嘅幾個咧，其實各自係面對緊唔同嘅問題嘅，即係教師就可能出生率係下降啦。咁你本身嗰個即係本身佢又可能係比較高人工啊 ，OK， 即係可能你入到一間中學、小學比較高人工嘅時候，就可能啲人就坐喺度又永遠都唔會走嘅咁樣。跟住即係面對呢啲問題啦，跟住社工就可能係面對住政府冇錢啦，要 cut budget 啦，咁就又開少咗位啦。OK，咁然後最後護士又開始請啲外勞啊咁樣，咁咪哇其實係即係大家都係面對住唔同嘅問題，都係即係哇呢個其實又係好麻煩啊！呢個亦都唔單止係 AI 嘅浪潮底下會即係帶嚟嘅問題，亦都係即係成個經濟啊或者成個環境帶嚟嘅一個問題。哇！呢個係咯，之前我有教開啲護理系嘅學生，佢都擔心畢業之後揾唔到工啊。OK，諸如此類嘅問題咁樣係啦。咁翻去即係一個更加大啦。OK，我覺得係一個即係時代嘅變化添啊，甚至去到即係一個 AI 嘅問題啊。OK，咁好多時候我哋就會覺得即係而家即係前幾年啲 AI 仲簡單啲嘅時候，都可能未有咁點講咧，未有咁嚴重個問題。咁但係開始去到而家 AI 發展越嚟越勁啊！你有啲影片又可以整出嚟啊，跟住改圖又勁快啦。OK， 又可以好快咁 generate 到一篇文出嚟咁樣。咁去到啲位咧，好多時候我哋就會擔心就係究竟我即係出嚟做，即係可能讀咗咁耐，OK 出嚟，究竟可唔可以揾翻我本行嘅工啊？咁樣。咁我覺得呢啲問題都係即係我哋喺當刻啦。OK， 不但只係我哋做緊嘢嘅呢啲人啦。OK， 甚至係即係更加即係各位可能係考生或者係仲讀緊中學嘅同學咧，更加要即係思考清楚一個問題啊。OK， 我諗即係大家都唔想可能係讀完一個學位即係可能你係比較功利主義啲嘅，可能你就係想考一個牌咁樣，咁然後去到最後咧就做唔到嘢咁樣啦。我諗即係唔多唔少都會，大家會有呢種心態啊。即係我哋可能啲文科嘅就比較少，我哋係咪比較少會諗呢啲嘢咧？比較隨心所欲啦。係咪啊？即係我哋揀文科嗰一刻，其實就係即係一種表態咯，就係我其實係冇所謂咁樣，我係先以自己嘅知識 ，OK， 先以自己嘅興趣為主導，然後其他嘢就即係點講？係咪船到橋頭自然直嗰種諗法咧？
係你嗰陣係啦，係嘛？係啦，我可能都係有少少嘅。OK，咁係啦，咁即係但係我即係反覆思量呢個問題嘅時候咧，其實即係我想講3樣嘢嘅。OK，咁第一樣咧就係、即係好多時候我哋有呢種諗法咧，就係好限定自己，就係讀嗰一科咧，就係即係同我哋做嘅嘢咧係一定有關係啦。OK，咁即係我之前都分享過啦。其實我本身就係可能係教樂器嘅咁樣，咁其實同我本身嗰個學位係冇乜關係咯，我只能講。OK，咁但係佢係 train 到我嘅可能一啲溝通嘅技巧啊，OK，一啲理解嘅能力啊，咁然後我就運用啲能力咧，可能喺對住即係其他嘅可能學生啊、家長啊，OK，咁就點樣同佢溝通啊，點樣分析學生嘅啲問題啊，咁又唔完全係冇關嘅，但係又其實係即係我個中文學位又好似冇乜關係咁樣咯。你有冇呢種諗法嘅咧？即係或者你學咗嘅嘢可唔可以應用到喺你嘅工作上邊？你可能音樂嘅話就有啲關事啦。咁然後有一樣嘢，我諗我哋都有個同感嘅，就係我哋都學日文啊嘛，日本研究啊嘛。哦，係啊，係啊。但係咧喺工作上面咧，就未必一定用到呢個日文嘅，除非你入啲日資公司啦，諸如此類，或者你做翻譯啦咁樣。所以咧，你話係咪一定用到咧？就咁就喺我哋嘅身上嚟講，就唔100% 適用啦。咁但係咧，我覺得你呢個例子非常之好咧，就係你點出咗一點，就係喺大學入邊咧，除咗你本身嘅專業之外咧，你呢個人其實都係要有多方面嘅發展嘅。咁其實唔係話你可能百樣全能啦咁樣，但起碼你會唔會有2、3樣、3、4樣嘅嘢係你有興趣、專心會做得到嘅？咁譬如話你去學中文嘅時候，你係會本身學音樂啦咁樣，然後你喺教學上面嘅時候，你最後尾嘅呢啲經驗可以轉化成為你喺即係你去做 lecturer 時候嘅一啲經驗啦咁樣。咁然後咧，我自己嘅話就譬如我哋之前講起就係話，我對呢個行為經濟學有興趣啊嘛。咁其實佢一包咗呢一個社會學，2包咗呢個經濟學，3包咗呢個心理學。即係我會覺得人越大，我會慢慢發現到咧，原來我想做嘅嘢咧，佢係有幾條腳咁樣撐住嘅喎。係啊，咁樣就算我 A 方面唔得咁樣，咁我咪去做 B 方面、C 方面嘅嘢咯。咁我就聽過一個講法係咁樣樣嘅，喺而家呢個世代咧，因為有 AI 出現咧，你要做到呢個一個行業嘅頂尖啊，講緊1% 入邊嘅1%啦，你先可以繼續喺度流傳。咁但係要做到呢個1/1000嘅人係好難噶嘛。咁有啲咩方法咧？就係你唔使喺嗰個行業做頭嗰1%，你做頭25%，但係咧，你喺 A、B、C 3個嘅領域或者行業入邊，你都係頭25%。咁樣計埋上嚟咧，你就會係一個大約1.5% 嘅一個部位嘅一個人才。咁我覺得呢一個思路咧，都係我哋呢個時代嘅一個解方嚟嘅。唔知 Michael 你點睇咧？我即刻諗起咧，就係首先就係我覺得係好緊要，就係保持個彈性咯，就好似你咁可能要讀唔同嘅嘢，有幾樣嘢去支撐住你嘅，可能係啲能力嘅，你就咩都涉獵啲啦。OK， 即係當然唔會係淨係得啲啲嘅，你可能都要做到，可能係8、9成嘅。OK，咁然後你就綜合佢，可以達到一個即係一個比較綜合式嘅一個人才咁樣啦。咁所以即係可能大學你就盡可能地可以嘅話，就可能 take 下啲 double major 啊，OK， 甚至係即係讀2個學位啊。即係當然呢個投放嘅資源係比較大嘅，OK， 但係盡可能都係擴闊自己可以做到嘅嘢啦。OK，咁我醒起咧，前排我就教書咁樣啦，咁我教嗰啲都係啲即係護理系嘅學生咁樣啦。係，咁即係我有講過㗎，OK，即係我讀 PhD 咁樣啦。咁我其實係攞住個中文學位㗎嘛，OK，即係其實唔關事喎，即係入去日本研究系咁。即係我冇一個日本研究嘅即係 background 嘅時候，咁我點樣可以突出啊 ？OK，咁其實就係因為我入去研究就係研究一啲同中國文化 OK 同古代日本嘅一啲關係咁樣。咁我呢個學位就即刻變得好有用啦。
OK，即係我係有一個好深厚嘅，可能係對於中國文化嘅研究或者係理解嘅，咁我就即係可以直接用到咯。咁同時我又可能係又識日文啊咁樣，咁就反而喺即係可能比起一個你本身係日本研究嘅學生係更加吃香嘅，喺一個研究院入邊，因為可能佢即係你日本研究就好少話會研究啲咩古代文化啊咁樣，咁你就喺入邊就做唔到啲即係突出唔到出嚟咁樣。咁跟住我同嗰啲護理系嘅學生講完之後咧，咁我就講啦啊，即係如果我係你哋啊，即係我而家係好似你咁坐喺度，原來我讀緊個 nursing 嘅學位嘅時候，咁我會做啲咩咧？OK，即係我驚死啊！OK，即係驚我可能第日揾唔到工喎，即係而家喂大佬，即係咁多所謂外勞啦，OK 又 keep 住輸入嚟咁樣，咁可能最後真係即係都未輸入得晒嘅時候，大家已經揾唔到工嘅時候，咁日後你可能畢業2-3年後係更加難揾工嘅咁。咁我話啊，咁我會做啲咩咧？你估下我會做啲咩？我唔知啊，可能再進修其他醫護相關嘅技能。係啦，我話如果我係佢哋啦，即係如果同時間讀緊個 nursing 嘅學位嘅時候咧，會做咩？我會開始做 gym 咯。做 gym 係做 gym，我話我一定會開始努力做 gym。OK， 跟住考一個教練牌。係 OK， 考一個教練牌。咁我嘅思路咧就係，即係 even 就算我即係當然健康好緊要啦，呢個第一樣啦。第二樣就係我屋企咧 say 我揾唔到一個護理系嘅工作啦，咁樣。咁喂，咁好難搞噶嘛。咁但係如果我同時間係一個即係做 gym 嘅教練咁樣 ，OK， 首先呢個可以確保一個收入啦。然後佢係一個好高度相關嘅兩個技能嚟噶嘛。即係你可以諗下就係，如果呢度有10個教練咁樣 ，OK， 跟住有9個咧都係即係好大隻啊，諸如此類啊 ，OK， 即係咁。然後你咧可能冇咁大隻嘅 ，OK， 但係你同時間係有一個護理系嘅學位。然後又有即係 gym 嘅即係教練嘅牌咁樣，咁可能即係撇除一啲好極端，你話啊完全淨係純粹追求一個身體即係要健美嘅身形嘅一啲學生之外咧，我諗大部分人都會覺得啊，可能即係你有一個 nursing 嘅學位，你對可能係你嘅健康啊 ，OK， 你點樣去處理你身體啊 ，OK， 對你嘅即係點講咧，即係對呢個範疇嘅要更加熟悉噶嘛 ，OK， 即係好多時候我哋點解去做 gym 就係話啊，可能要即係健康 ，OK， 好多諸如此類嘅嘢。但係如果你同時間我俾咁多嘅錢，一樣嘅錢 ，OK， 但係我可以揾到一個有同時間有 nursing 牌嘅教練喎 ，OK， 咁呢件事就會變咗喺你喺嗰個位置就會好 outstanding，OK，即係我就係好中意即係諗呢啲嘢，即係點樣可以即係我唔係最 top 噶啦 ，OK， 但係我有多一層其他嘅嘢，令到你喺嗰個範圍入邊咧係更加 outstanding 咯，更加突出出嚟 ，OK。然後咁我都之後又再講嘅，就係話，因為而家咧我睇到台灣咧好多開始咧就係推行一啲老年人嘅一個即係點講做 gym 啊 ，OK， 即係好多以前我哋嗰個思維咧就係啊你咁老 ，OK， 你冇乜肌肉噶啦，咁你就休息多啲啦，你唔好搞咁多粗重嘢啦。但係開始而家有個風氣就係即係就係你唔夠，你繼續要刺激佢啦，你就更加要刺激佢咁樣嘅。咁所以即係我見台灣咧係唔少開始就係有一啲。點講啊？有啲專課老年人嘅一啲即係健身啊 ，OK 嘅一啲即係 program 俾佢哋去做。咁我即刻就諗到，咁如果你係個健身教練，更加係有埋個護理牌嘅，咁你可以 take care 到，你可以 handle 到嘅嘢係更加多咯。因為你就係本身就係訓練成為一個可以即係照顧病患嘅一個即係一個專業嘅人才嚟噶嘛。OK， 咁你喺我話啊，即係香港其實之後一定跟嘅。OK，即係呢件事啊，即係對於即係尤其係香港嘅老齡化都嚴重啦。OK，咁呢件事香港遲早一定係會越嚟越普遍咯。咁你如果有同時擁有呢兩個專業嘅技能嘅時候，你就可以做到嘅嘢係更加多咯。OK， 同意。係啊，咁呢個係啊，咁所以係即係我就係中意玩呢啲嘢咯，亦都係同你嗰個思路係相近嘅，就係你可能同時間擁有唔同嘅一啲技能啊。OK。咁所以就係即係翻嚟我哋嘅問題就係啊，咁 AI 時代底下會唔會即係取代你咧？咁樣咁我呢個亦都去連帶到第二個問題，就係嗰個淘汰。我認為咧，即係我對 AI 嘅發展係悲觀嘅，即係我覺得終有一日佢係會係我係悲觀嘅。我覺得佢終有一日係會取代晒我諗90%以上即係人類嘅工作咯。咁但係佢冇想象中咁快嘅。OK， 即係好多時候我哋會。即係 prospect 可能係20年、30年以後嘅一個境況噶嘛，
咁但係我哋可能我哋讀個學位，可能你工作你頂籠都係做10年20年，你甚至會轉下工咁樣嘅，轉下專業咁樣嘅。咁喺呢個情況下，即係我覺得10年內都未必有咁快可以取代到嘅。咁所以特別係頭先啲好新貼身啊，一啲工作啊 ，OK， 即係可能係你真係要摸實嗰個病患嘅 ，OK， 一啲好咁即係緊密接觸啊，或者係好多溝通 ，OK 嘅一啲工種嘅情況下咧，OK， 我覺得 AI 都未必咁快可以取代到咯。OK， 即係特別係頭先我講啲護理啊、健身教練啊，呢啲都係一啲好即係貼身嘅一啲交流啦。OK， 即係你即係而家同埋你做嗰啲機器好貴噶嘛。OK， 可能你有個好強嘅 AI 啦，咁但係你點樣去幫個病患，可能沖涼抹身，甚至係幫佢轉身，去幫佢做啲復健嘅工作嘅時候 ，OK， 一啲運動嘅時候，咁你都係要有相應嘅機器去即係物理上去移動佢噶嘛。咁但係呢個牽涉到就係可能話你整一個咁大嘅機器，其實係一嚟你要研發啦，二嚟就係嗰個成本高啦。OK， 咁我覺得短期內咧，即係可能講緊10年內啦，我嗰個。即係嗰個點講，我判斷都係未咁快可以取代到。係，我覺得呢啲工種仍然有佢可以，即係點講啦，仍然有佢嘅價值嘅。OK，你點樣諗咧？即係頭先講嘅嘢。係啊，呢個都係我呢個轉型嘅其中一個契機嘅，就係咧喺 AI 啊、機械人啊盛行嘅年代咧，呢個 human touch 啊，即係人嘅溫度啊，俗少少咁講係。難啲被取代嘅，或者慢啲被取代嘅。咁就我覺得除咗呢一點之外咧，我覺得大家可以調翻轉咁諗，有啲咩地方佢取代唔到呢個即係你嘅服務嘅價值咧？我覺得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去考慮，就係除咗人需要啲咩啦，咁另外咧就係我哋可以從而家啲社會嘅問題去調翻轉頭咁樣諗呢件事。即係咩意思咧？就係我成日有個例子咧，就係 Michael， 唔知你覺唔覺得咧，喺香港食到啲營養均衡嘅嘢，然後咧又要一個價錢合理嘅一個咁樣嘅產品咧，係幾乎唔存在嘅。貴咯，貴啊！貴咯，有嘅，即係有啲咩健康餐盒啊，即係我前排都食咗個，但係講緊100蚊咯，100蚊，即係食個差唔多100蚊啊，好似嗰陣係外賣咁樣，即係我去嗰啲 function，跟住就即係又係做樂手咁樣啦，跟住就嗌個外賣咁樣，跟住見到哇，好似幾正喎，喺邊度咧？唔知尖沙咀定係邊度咁樣嗌外賣，好似都冇100蚊都80-90蚊咁樣咯，咁啊可能有啲紅米飯啊。有好多菜啊，跟住係有個雞胸啊，咁樣即係盒飯咁樣。咁哇係，我記得係唔平噶，真係唔平。即係嗱，而家係啲所謂嘅營養食品咧，佢會有呢個日價喺度啦。咁但係即係呢個都係我平時做 gym 嘅時候一個疑惑，就係咧，我想做完運動之後咧，有啲優質嘅蛋白質去可以攝取得到啦，然後咧又唔好咁多碳水啦。咁當然最好有啲足夠嘅纖維啦。喺我心入邊咧，成日都諗緊咧，就係如果有個餐廳係可以買啲咁樣嘅一啲營養便當，然後咧又係好食嘅，然後價錢又合理嘅，咁就最好啦。咁我而家諗到最近嘅咧，都應該只可能係雙餸飯。哇唔係咯，雙餸飯係啦，雙餸飯就唔係我心目中嗰個營養餐盒。佢好唔營養噶，啲嘢又可能好多醬啊，又炸啊。咁你要揀嘅，即係你揀菜咯，揀到啲蛋啊、豆腐啊，咁嗰啲可能好啲嘅。係啊，即係我成日想即係諗緊點解香港唔可以賣便當咧？唔知 Michael 你有冇食過？即係一盒盒嗰啲好細嘅便當。有如果即係前排行完一轉日本，都覺得佢係多選擇嘅，即係可能即係比較低卡或者係比較清淡啲嘅選擇，其實係多嘅，可能係啲冷麵啊。或者係，即係佢當然都有啲好高熱量嘅，或者係高糖、高油、高鹽嘅一啲選擇啦。但係你話，即係如果相比起香港，其實香港真係少咯。係可以諗到嘅就係即係雞胸咯。香港係雞胸係啊。但係如果講便當係香港嗰啲咧，全部都係，即係我唔知你有冇食開啊？我冇食開嘅，即係行過咧，成日想諗啊，有冇可以揀咧？跟住，但係如果你係微波爐叮嗰啲飯咧，其實絕大部分咧就係一 part 飯啦，跟住一 part 咧就係一啲
好濃嘅醬咯。係 OK，可能係咖喱咁樣，咁其實嗰度已經係哇好難搞，如果你要即係撈飯啊，定係撈飯嘅嘛。咁香港嘅絕大部分叮嗰啲嘢食咧，都係係唔可以成日放入口咯。OK，係係啊，係啦。咁我個例子就係想講咩咧？就係其實咧啲需求咧永遠喺度嘅，即係譬如做 gym 嘅人，佢就其實需要呢啲營養便當。咁樣你可唔可以留意到呢啲未被發掘嘅需要咧？喺呢個 AI 嘅時代，我覺得呢一個都係要需要大家咧，平時對於生活有冇一啲仔細嘅觀察，同埋一啲注意力啊，甚至更加好嘅就係行動力添啊！你有個解決呢個問題嘅方法，係啦。咁除此之外，就係我哋平時講嘅一啲人體機制啦，就係即係譬如咩啊？即係譬如人唔係好中意損失一啲嘢嘅，或者係啲選擇咧，你冇俾太多佢3到5個咁樣就夠。又或者就係先俾一啲免費嘅 offer，然後咧之後先收費。諸如此類，人體有好多呢啲心理上面嘅機制啊。咁我覺得咧你要唔俾 AI 取代，就要從呢一啲嘅方面去入手咯。我明你嗰個諗法，一開頭我都唔係好 get 嘅，但係啊，即係其實所謂工作 OK，其實最後尾翻到去嘅就係人性咯，就係我哋點樣可以解決到其他人嘅問題啦咁樣。咁然後咁你點樣去解決問題？首先要問嘅就係咁你對呢個世界認識係有幾多啊 ？OK，即係好多時候我哋揀一份工作咧，或者揀一個科目就係你學啲嘢啦。OK，好似有個資格咁樣。咁其實好脫離咗我哋嗰個即係嗰個工作啊，或者係對於嗰個即係我哋點樣可以解決別人一個問題嘅一個能力啊。OK，咁所以係咯，好似頭先你咁講，就係要翻到去我哋究竟可唔可以理解到呢啲嘢咧？OK，咁然後我哋就可以從中去再思考究竟就當中有邊啲嘢係冇咁容易俾所謂 AI 取代嘅。OK，咁呢啲就係即係當然我唔係聽眾你哋即係個背景咁樣，咁我唔知你中意啲咩啊 ，OK，又唔知你即係又對啲咩有興趣咁樣，咁但係呢啲就係你要自己去思考咯 ，OK，思考一條自己覺得可以行 ，OK，然後又可能冇咁容易俾 AI 取代嘅一啲工作咁樣，OK，咁所以連帶到就係即係其實去到最尾咧，我哋應該翻去即係一個人嘅價值嘅本身啊。OK，即係有 AI 出現啊，我覺得就係好多時候咧，嗰個學習成本係已經係即係嗰個叫咩啊？即係大幅咁樣下降。OK，即係以前即係細個嘅時候，你邊有咁多 YouTube 啊可以睇啊？邊有咁多 Google 可以俾你問啊 ？OK，即係好多以前就係學嘢就係睇書嘅啫嘛。OK，即係我唔知你有冇嗰啲經驗，就係我以前細個咧，即係而家咧，通常啲人學打鼓咧，最簡單就係上網跟住 Google，跟住就 YouTube 睇人打咁樣啦。咁原細個係冇呢啲咁嘅嘢嘅咯，即係首先英文嘅世界可能多啲嘅 ，OK， 可能有啲即係打鼓嘅片啊，或者打鼓嘅教學咁樣，中文係幾乎係零咯 ，OK， 係即係可能得好少 ，OK， 咁完全即係你想學一樣嘢，你係無從入手噶，你就俾錢咯，你就俾錢去跟老師啊 ，OK， 跟人學啊咁樣，咁但係去到即係今日咧，我哋好多時候即係隨便 Google，OK， 或者係。即係上 YouTube 已經係哇成個 lecture 擺咗上去啦 ，OK， 可能有啲好精華嘅版本俾你添，甚至係圖文並茂，跟住好多 graphics 啊，好多即係唔同諸如此類嘅一啲片啊，咁樣你可以睇。咁但係去到即係你好快喺呢個時代，係好快就可以吸收到好多唔同嘅知識啊。OK，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又係翻到去嗰樣嘢就係，其實我哋學到啲咩已經唔係最重要咯。我哋好容易，即係今日可能你隔一個禮拜已經可能讀晒人哋成個 lecture 嘅一啲內容噶嘛，咁所以去到最後就係你能唔能夠好快速咁樣學習咯。OK，我覺得反而係學習嗰個能力更加緊要啊。OK，即係好似我最近即係又學緊啲咩咧？我最近可能學緊琴咁樣啦，即係練下琴啊，練下吉他咁樣。咁除咗即係跟人上堂之後，好多時候就係上網睇咯。OK，即係冇以前嗰個門檻咁高。你最近有冇上網學啲咩啊？學啲咩啊？我突然之間諗起冇喎，係你繼續講埋先。繼續講埋。我有聽 podcast，我覺得其實聽 podcast 都學到好多嘢。我今日有啲內容都係 inspire by 即係某啲即係可能財經嘅一啲節目啦，即係佢哋係啊，即係講緊一啲
即係經濟學家，佢哋點樣去思考呢樣嘢？呢啲精算師，OK，即係大家知道精算師其實就係計數啦，OK，係咁佢都有講到就係、即係可能一啲有個，即係我唔知你有冇聽啦。總之其中一個香港嘅經濟學家有個 podcast 咁樣嘅，咁佢就講可能啲學生都好驚究竟我讀完啲所謂 econ 咁出到嚟可以做啲咩啊？或者喺一個 AI 嘅時代下，我究竟有啲咩可能分析能力，可能甚至 AI 比你更加強咁樣。OK，咁就係呢啲嘢咯。咁所以我覺得即係翻到嚟就係你可唔可以有一個持續嘅學習能力？OK，即係我哋思考讀咩科之前，反而我覺得係先思考點樣去培養自己一啲學習嘅能力咁樣咯。OK，係啊。咁然後第二樣就係頭先講到就係一啲可能比較新貼身嘅工作，OK 係更加難被取代嘅。咁呢啲新貼身嘅工作當中最緊要嘅就係一啲溝通嘅能力咁樣啦。OK，咁我唔知你有冇發現就係普遍咧，即係喺一個點講，喺個 Covid 時代讀大學嘅學生咧，佢嗰個即係嗰個溝通嘅能力係好似係爭啲咁樣噶。我唔知你有冇呢個諗法？我身邊有幾個，我覺得係嘅，係嘛，就係咁。但係過咗嗰陣之後咧，因為佢可能多啲即係大學嘅課堂，即係你可以即係面對面去溝通傾偈OK 去學習去交流嘅時候，佢哋好似就係正常啲咁樣咯。正常 OK 係啊，即係嗰個對答嘅表現，嗰個溝通嘅能力嘅表現係強啲嘅。OK，咁所以就係你究竟能唔能夠喺你即係可能廿幾歲嘅時候，OK 可以即係鍛鍊到你點樣同人溝通OK 點樣正確咁樣表達自己嘅意見咁樣。咁我呢啲都係即係反而更加比起你點樣去建立，即係可能除咗嗰啲好專門嘅知識之外啦，即係一定要考牌嗰啲知識之外，咁其實嗰啲嘢都係其次咯。首先你喺一個可能係 workplace 入邊，你首先要練好嘅，反而係一啲所謂嘅即係溝通嘅能力咯。OK，係啊，前排就即係咩黃仁勳嘛，即係好多人中意聽黃仁勳咩講咩 AI 嗰啲嘢噶嘛，又話咩唔使讀嗰啲咩編程即係遲早 AI 寫晒跟住又話咩語言能力好重要噶嘛。OK，即係某程度上我係同意嘅。OK，咁特別係我哋作為一個人文學科嘅即係學生啦。OK，即係 learner 咁樣啦。咁我覺得呢個係即係對我係所有嘅工作或者我點樣去同人溝通都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影響。OK，即係會更加容易去了解其他人嘅可能對話，即係佢究竟表達呢啲嘢係想講啲咩OK，或者我點樣可以清晰咁表達我想佢做嘅嘢OK，呢啲都係即係反而更加緊要咯。比起可能學咗啲即係唔同嘅古書上面嘅知識之外，OK，反而係呢種即係溝通嘅能力即係閱讀嘅能力係更加緊要。你咁樣講落去嘅時候，個個都應該讀下呢個 counseling，因為因為溝通係從聆聽開始噶嘛，即係唔知大家覺唔覺得即係你係要學點樣聽，跟住然後你先學點樣講。我曾經聽過一個咁樣嘅故事咧，就係話有兩個汽車銷售員，有一個咧賣車賣多啲，有一個咧賣車賣少啲。咁樣佢哋嘅關鍵嘅分別喺邊度咧？就係咧 A 咧呢個售貨員佢賣好啲咧，佢聽多啲嘅，佢講少啲嘅。呢個賣得差啲嘅人咧，佢就係咁講，係咁 sell 架車有啲咩好。咁但係就好少聽啲客戶需要啲咩。咁我覺得呢個就係一個反映翻你講嘅呢個道理一個好好嘅例子。係啊，即係理解，即係翻到最後又係同一樣嘢，就係你所謂嘅工作，你其實就係幫人解決問題咯。咁你要解決人哋問題，首先你就要知道，你要聆聽，你要思考究竟人哋佢話咗你俾你聽嘅，佢面對緊咩問題，然後你幫佢解決。咁呢個先係所有嘅工作嘅基本啊。咁所以係咯，即係我哋即係翻嚟最簡單就係咁去到 at the end 咁。如果你問我喺一個 AI 嘅浪潮底下，咁究竟我點揀科咁樣？咁我會話，即係如果問我咧，我都係跟翻自己興趣咯。係啊，去到最後個結論，如果你問翻我嘅結論就係，我都係跟翻自己興趣。OK，然後我點樣喺呢個興趣入邊建立我嘅一啲分析能力OK，一啲溝通嘅能力，一啲理解嘅能力
OK，可能其實唔同嘅學科入邊，你都會即係你都係 deal with 唔同嘅問題咁樣啦。但係你 deal with 呢啲唔同嘅問題嘅時候，你都係建立緊你嘅呢啲咁樣嘅能力啦。咁就係，然後你就係點樣運用啲能力去面對唔同嘅問題，即係唔係單純啊，淨係我學咗，我淨係識做護士嘅咋，即係讀完 nurse 我淨係識做護士，我冇即係你學嘅所有即係對於人體嘅知識啊，其實全部都只能夠係用翻喺度，其實唔會咯。OK，即係可能啊點樣我就會諗啊點樣可以 combine 其他嘅能力，OK 其他嘅專業，咁又就諗啲新嘅嘢出嚟。咁所以就係咯，追到最後我會話都係跟翻你興趣咯。係 OK。咁啊，所以我最後即係對呢個小嘅總結就係，即係我對呢個 AI 嘅發展咧就唔樂觀嘅。OK，我覺得40-50年後甚至100年後，可能真係會完整咁取代所有人嘅工作啦。OK，咁啊，我覺得呢一日係會降臨嘅。咁但係至少喺未來10年、20年，我都未見到話你真係有一個好點講咧，好一個完全嘅一個取代喺入邊嘅。OK。咁啊，就算你可能AI 要即係醫生要用 AI 你幫手去點講，可能去診症嘅咁樣，咁你都要有個醫生喺度簽字噶嘛，最尾都係有個醫生負責嘅。即係當然啲 entry grade 嘅工作可能會少咗啦。OK，咁但係嗰啲就嗰啲後話啦。OK，咁但係喺你讀書嘅年代，咁不如你思考下點樣可以令到自己即係知識嘅儲備多啲啊。OK，提高你嘅學習能力啊。OK，然後建立更多所謂嘅 soft skill 啦，即係頭先有啲溝通啊，有啲思考、有啲理解能力。OK，咁啊，或者閱讀嘅速度啊，OK，理解嘅，即係你個思維究竟轉得幾快？我覺得呢啲反而係更加核心咯。OK，呢啲就係任何嘅時代都走唔甩嘅一啲技能嚟。咁啊，所以唔知 AI 發展會點啦？可能10年、20年又翻一番咁樣。咁但係係咯，即係做好自己咯。去到最後就係。Michael，你對於 AI 嘅發展好樂觀啊！我覺得係可能每半年佢就翻一番，我而家係咁樣睇嘅。咁快？係啊，係啊。咁就好啦，多謝 Michael 今日分享咗呢一個 AI 浪潮下的大學選科呢個問題啊。咁就從呢個 AI 可能會淘汰多數呢個本科畢業生講起啦。咁就提出咗幾個點咧，大家都可以參考一下嘅。首先就係咧，你要相信就係你揀嘅科同你將來做嘅嘢咧，就未必直接相關。咁樣點樣去避免呢件事咧？就係我哋可能要揀雙主修啊、第二學位啊，甚至副修啊。咁個言下之意，即係你其實要有幾條去走路啦。然後咧，你呢幾項嘅興趣或者專長咧，係可以有互補嘅。咁第二點啦，咁如果你驚被 AI 淘汰咧，咁一個老生常談就係你要為你嘅僱主、為你嘅客人創造價值啊，咁就係解決佢嘅問題啦。咁樣我哋就講到一啲貼身嘅一啲服務啊，譬如健身啊、護士啊、甚至你使咗汽車維修咁樣等等嘅工種咧，其實都係比難啲比較俾 AI 取代嘅。咁第三就係隨住 AI 嘅興起啦，咁學習嘅能力咧，係會比較重要嘅，就係大家都用同樣嘅 AI 工具嘅時候，我哋可唔可以問啱問題咧？我哋可唔可以審視翻 AI 俾我哋嘅資料係咪正確嘅咧？然後我哋可唔可以喺短時間之內有啲 output 咧？利用 AI 嘅工具，呢一啲咧就係決定咗我哋將來咧可唔可以喺 AI 時代之下咧，可以繼續保持競爭力嘅一個關鍵啊！咁講到最後咧，我就其實相當同意 Michael 你嘅講法，就係我覺得人啊，無論你係100年前又好，而家又好，100年又好，之後都好咧，其實你就係揀你有興趣做嘅嘢咯。因為即係我相信，即係人嚟到世上，佢最後尾嘅目的就係自我實現。咁自我實現就係發揮佢嘅潛能啦，做佢想做嘅嘢。咁哪怕係可能我而家呢個階段想做呢幾樣嘢，下一個階段想做下一樣嘢，我覺得都唔緊要嘅，因為你一步一步咁樣探索過啊嘛，咁樣先可以所謂嘅 YOLO 啊，係啊，咁就唔係嘻嘻哈哈，係啦，唔係嘻嘻哈哈 web 嚟 web 去嗰啲 YOLO 啦，咁樣係啦，咁希望大家聽完今集嘅小煩惱之後咧，如果你係
今年嘅新生又好啦，或者係你嘅又係高中學生都好咧，都可以拎到一啲啟示同埋靈感咧，咁就為你嘅大學選科鋪路啊！係啦，咁我哋今日講到嚟呢度先啦，Michael。好，係啦，我哋係小煩惱啊！如果你中意我哋嘅節目嘅話，記得 like、comment、subscribe 同 share。祝咪，我哋下集同一時間再見啦，拜拜。拜拜。